来关心在台北市大地的基泰建案，去年害附近的地基裂去的这个事件，基泰建设要举办赔偿的说明会，不过，今日邀请愿意接受三大技术工会鉴定赔偿金额的民众，而且唔互民代甲媒体去参加，都受灾户即支市府拢无咧管。因若市府表示，因会派人去参加，若是和解超未成，就要求基泰照鉴定金额提存1.2倍予法院，来确保受灾户的权益。标顶的必顺真明显，而且下面全拢是漏水过了后黄去的水粒，也阁有林村河的态度继续落。一楼到地下室严重必顺造成地下室淹水，24点钟拢爱抽水。去年基泰大地因为施工无适当，造成4棵的徛架发生严重损灵事件。也毋过185天过去啊，所有损灵户的厝的状况继续恶化。基泰损灵事件之后，他们家地下室这里整片地上全都是积水，所以才会打了这个沟，想办法把水给通出去。但议员表示，农历年前三大工会鉴定有198户，爱赔偿176个所在，总金额是1668万3229块。也毋过受灾户一直等无结果，即马期待12会举办赔偿说明会。也毋过，这邀请有意愿以三大技术工会鉴定的赔偿金额为和解条件的民众，引起受灾户积极北市府无咧管。本来想处理的目标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单纯、你比较没有争议的，优先让基泰可以跟他们谈成和解，赔付他们的金额。应该是属于损坏的补偿，不是损灵的所有，要把它搞清楚。也会有一些具体方案，然后让他可以再交流，听一下他们意见这样。监管处表示，伫损灵鉴定期间，已经要求基泰修复受损户，态度帮他们处理后，损害增加部分已经请专业技术工会补偿鉴定，会甲赔偿金额达至三大工会上基尾鉴定报告中。若民众与基泰无法达成共识，民众可依损灵规则提出调处程序。监管处强调，说明会不是市府办理，也毋过会派员列席。若双方和解协调未成，市府会要求基泰将鉴定金额的1.2倍提存法院，以确保受损户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